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有哪野立委号召讲要去行政院陈情，爱苏贞昌处理杨丽如案件，苏贞昌也听外交部去告哪野民意代表。台铁开始买物件，互员工讨伐压力，不过员工说是希望讲电视台处理投诉案件，较为互员工着好。 苗栗的就火保育自治条例在今日三读通过，也是用对土地上优先的标准通过。那也的民意代表去外交部抗议，说互外交部告发。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陈明忠在今日号召证人，讲要路过行政院陈情，叫苏贞昌爱出来面对，如果爱讲清楚是要安怎处理杨惠如的网军案，过程是真平和，也无发生冲突。另外，外交部也要告那也的民意代表苏贞昌在透早也要来挺伊的外交部，照法律去甲因告。不过，陈明忠也讲要告外交部长高桥实。 因为国民党团总调陈明忠号召路过行政陈情，向行政长苏贞昌抗议，民进党全面切割卡神杨惠如，要求苏贞昌出来讲清楚。 陈明忠张显耀等5人代表加至行政院，向副秘书长何佩珊交陈情书提出3点诉求，要求将陈情书当面交予苏贞昌。苏贞昌看到陈情书后3天内，对全民水平如何处理这案件，时限就伫本礼拜5下班进行。过程是真和平，不过针对切入那亚平台伫外交部发生冲突，外交部70大动作召开记者会，要告那亚立委甲市员等人。外交部基于维护法治。 以及捍卫我们同仁的权益、我们同仁的尊严这样的一个立场，我们决定正式的向警政机关提出告发。对于执行公务者，对于在基层的员警，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有任何违法，我们支持依法追诉。 苏贞昌支持外交部提告，按过那亚市员李明贤主动向中情1分局到案说明，那亚告收集证据要提告外交部长高桥实。在推挤当中，让我们的陈义珍立法委员受伤，这是完全是吴钊燮部长下令，所以我们会到地检署去告发吴钊燮下令伤害、协助伤害。陈明忠认为外交部提告那亚面代是为了转移杨惠如网军案件的焦点，张显耀中心确实行政3项诉求做未到，共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记者综合报道。 卡神杨惠如的网军风波案件，所有民进党的基层呼吁讲爱开除杨惠如的党籍。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在今日中昼召开执委会，也讨论杨惠如的党籍案。会中决议2点声明，包括尊重司法的审理结果。执委会也进行职权调查了后，也搁再做处理。因为司法调查还没有结束，那依这个无罪推定原则啊，我们不能未审先判这个我想对我们的党员也不公平。那我们也希望司法单位能够尽速的这个厘清让这个真相大白。 若是司法判决有罪，敢会甲杨惠如开除党籍呢？市党部主委陈正德强调讲，一审定案会有一审的处理方式，判刑会有判刑的处理方式。只要有执委提案，就会开除党籍，就会送到执委会来讨论。若准有违反党纪，就会送到评议委员会。 讨论的时阵，也会请当事人来出面说明。不过，杨惠如事件被压出来到今，伊本人拢无来出面，又风声讲伊人已经出国无伫台湾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夏国儒讲，家己红抹黄是点着色情的议题。总统蔡英文在今日表示讲，真侪抹污落尾拢是证明是韩国瑜支持者所做的，韩定赢所甲代志撒互政府，真正是无责任，而且甲民众骗甲公司。 不过，香港浸大的学生会会长彭仲贤却批评民进党，敢若想要用香港人的血换选票。蔡英文也出面背会，讲这是台湾人民自我警觉甲自我觉醒的过程。彭仲贤在今日下晡也伫面体顶头回息咧，佮讲希望台湾会当选出一个真正代表台湾本土的总统。有状况，我们也是第一个时间要反应。
总统蔡英文打到婚礼，就是针对最近这几天土豆的计数一直落，农民不满要引进外国土豆的土豆事件来做解说，希望讲会当安大民心。因为选战竞争的问题，针对韩国瑜讲家己的查囝韩冰去互网络做乌，讲伊有心，家己是去互做黄，落尾煞证实做黄的相片是韩美所做的，批评韩电影无应该甲这寡代志拢甩互政府或者是立业，甚至是针对韩国瑜破面册批评讲，总统蔡英文用四下的人旁来走行政的代志，伊嘛做一届来甲推转去。他请假以后，现在做候选人又常常请假，那我们也不禁的怀疑，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角色跟责任的认知是不是足够？韩市长并没有完整说明包括这个照片的事件或之前他的房子的事件其实他都有必要清楚的跟台湾社会说明。针对台湾政府用港澳条例第当处理香港人来台湾找保护的代志，引起香港浸大学生会长帮仲宪的批评。民进党敢若想要用香港人的回来换选票，蔡总统特别背回讲，绝对不是利用。我不觉得是我们利用香港人来进行选举，而是一个在香港的事情发生之后，台湾人民的一种自我警惕的过程。就伫咧蔡总统做出回应了后，落尾帮仲宪嘛伫人面册抛一篇文章来回释咧，希望台湾会当选出一个真正会当代表台湾本土的总统。若是立法院长苏家全办公室的主任张嘉玲，希望讲是卡神优惠如潮代志的门神，嘛互蔡总统搁一届来回应讲，希望代志到这就好。我觉得卡神的这个事件已经过度了那也不要再无限上纲了。国民党质疑说，那个主任是杨惠如的门神呢，您怎么看？谢谢你。另外，针对总统大选的辩论，韩电也提出由公司三立等等的媒体共同合办。不过蔡总统表示，针对任何形式的辩论，伊拢会真认真甲真严肃的来面对，而且辩论这个代志无应该有政治操作。希望讲有意思想要办的媒体互相讨论，整合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整合蓝军，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主委朱立伦在今仔日甲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会面，要求总部、党部两个合作一个，发挥上界大的功效。另外，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也在面册批评总统蔡英文，把香港当作是选票的工具。另外，伊的副手张善政也批评民进党是鸟鼠党。第二选战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七早落人高雄，听基层声音，对空武基地张善政中心人员政策，若是当选会顾好核电厂安全。我住在新北，我跟大家是同一条船，而且我比大家更接近核电厂。我们上任以后绝对会把这个核电厂的安全顾好。另外，张善政也阁批评民进党选举挂乌。这个民进党就好像是老鼠党。就是一窝非常有组织的老鼠，在这边吃香喝辣，很会吃，很会抹黑。炮火对准对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也伫面册批评蔡英文，将香港当成换选票的工具。因为韩国瑜质疑蔡英文公布时间早选举行程，蔡英文要求公布资料来源，韩电影隔空反击。我们直接从总统府公布的公开行程里面去找的，11月的80几个行程里面，就有4成通通都是在公庙。辛苦了，你接了重任了。除了联手对外对内拿赢，也继续整合。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主委朱立伦甲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会面，朱立伦当面要求党部竞总2合1，发挥最高战力，还佫邀请吴敦义担任竞总营副主委。不过拿赢执政县市的首长是不是拢会接地方竞总的主委，话是真保留。15个执政县市尊重各县市长，用各县市长来领军辅选。新北市长侯友宜是不是要接新北竞总主委朱立伦无正面回应？对外界质疑拿赢各派系已经开始为选后卡位，展开人事布局。朱立伦重申，即马只为胜选，任何人免有自私自利考虑，强调拿赢爱大团结，并自控胜选。记者综合报道。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宣布讲，全国竞选总部伫初10挂牌，也发出拿力送2名人民抗伫中的口号。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也被决定总统被投互谁，伊讲投互宋楚瑜，伊也选袂掉。宋楚瑜也强调讲，爱对台湾民主有信心。另外，又风声讲郭文哲带头的民众党支持度拢无爬起来，又风声讲民众党想要用郭文哲特别密网来催票。宋楚瑜，余下。
自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甲副手吴湘立委参选人共台，宣布全国竞选总部正式启行。除了跳6大政绩国会补，也讲伊国选选总统是要找对有能力、有执行力的政府，和台湾走向本土化、民主化、国际化。不过台北市长郭文铁讲，也未决定总统要投啥人，也讲投宋楚瑜也未调。2大党宋楚瑜怎么可能会赢？就是因为人民对于自己的投票权，如果没有能够好好把握的话，那个才是台湾民主不会赢。宋楚瑜讲，就系对台湾的民主有信心。对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讲，民调拢是假的。宋楚瑜是讲，国民党自2000年就开始做假民调，未来大型百科全书记载假民调，就是出现伫台湾，互人真见笑。另外，民众党团说，官商幕僚互相无啥讲义，无分区的民调也扭袂起来，拢互郭文铁头真大，所以想要营造郭文铁的危机感，和支持者出来投票。因为毕竟2022到2024，如果那个能量也要想想看，有什么那个能量撑过去，或真的是选得很差，一下任那就等于就空间就很狭窄嘛，会困难度会变高啊。郭文铁讲，即便若无选好，若市长摕来了，就将派各有政治力量来拍202事。而针对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伫咧拍板案，互人叫做催票机。郭文铁徛伫好朋友的立场，认为黄国昌应该排伫咧时代力量无分区第1位，也讲有拍板的影响，就是因为社会无正常。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议会在今日三读通过考试院组织法修正案，将现有的19位考试委员调降到7名至9名，任期也对6年改做4年。面对着修法的结果，考试院长吴锦麟发表声明，强调尊重立法院行使职权，不过面对这款的结果也表示遗憾。这是第4条、第6条、第11条、第12条及第19条条文修正通过。推也公道，立法院73读通过考试院组织法修正案，甲考试委员的人数拄即卖19人，修改做7人至9人，任期拄6年减低到4年。不过国民党团批评讲，这根本就是透过修法，互5权分立走向3权分立，有危险的问题。亲民党团嘛质疑这匆忙的修法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这样的一个这么重大的宪政的机关，以个别的委员的提案来去做一个审查，是非常的不恰当。我们究竟多少考试委员才适合，才能够来针对我们整体的国家考试制度，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一个核查制度？这个都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针对修法的结果，个别考试委员拢无愿意表达意见。考试院敢若发出书面的声明，院长吴锦麟认为讲，专案审查的期间，立委关心宪法层级的考试院决策模式等等的议题。考试院徛伫咧互相尊重的立场，呼吁立法院合理修法。针对修法结果无符合因的期待，伊嘛感觉真遗憾。其实几个党团过去很多主张，其实都是废考监的。那其实目前有这个机会，其实这一届我们放弃了。我们希望未来的立法院能继续努力。时代力量党团的态度也是支持废止考试监察2院。若是这届的修法，嘛增加考试委员袂当去中国兼职，若是违反规定，会失去考试委员资格规定。不过立法院嘛通过附带决议，考试袂当要求行政院所属机关的首长列席考试议会，或者是提出政务报告。外界嘛质疑，可能嘛对未来院甲院之间的纷争有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代替拍头阵的员工，因为当地人力不足，搁在面对旅客压力真大。最近代替也去买一批会当互员工排解压力的物件，亲像是放伫桌顶就会当拍毛线具出开的物件等等。不过基层的员工也讲，顶时若伫咧人客投诉的时阵，较为员工替员工加讲几句话，绝对是评审物件更加好。好，是这样子哦。日本互员工手握棒上手环，一个这倒上型的棍击，加砖头操作的导拿机，这几工拢分到代替北中南加宜兰花莲国的运务单。代替最近对主管发通知，这是针对运务处第一线服务人员所推出的心理卫生关怀作业计划。万一若拄到较无理性的旅客，会让用这来疏解心内压力。还蛮令人傻眼的。怎么说？就是其实我们就算打那个舒压小物，其实
不会帮助到我们。就是感觉只是一个形式上，感觉有帮我们抒压。可是我觉得我真正需要的是，比如说我们被客诉的时候，长官会不会愿意帮我们讲一点话？基层员工讲，人无够，工费过多，互人去投诉了，定时过白挺，这种是爱根本解决的压力。但是专业工会也批评，开这寡钱买物件，不如互员工更加实际的生活津贴。比较其他公务员有结婚、生囝加子女教育补贴。工会也质疑行政院进前讲代替若买钱有钱，买人有人，因过代替国家就上做生活津贴加薪资调整案，到这嘛拢无过。军公教的生活津贴，那它包含是子女教育补助费，然后结婚生育补助费，最多大概5个月的薪水。那以我们现在台铁来说，我们大概只会有职服会发放一次大概2000元的津贴。内部员工讲，这款所谓压力的小米啊，开无讲10万，对于分这款物件引起争议，代替不愿意回应。只个来讲，有关代替政府员工生活津贴的案件，8月伫咧企业工会也个调解理会协调下，已经伫咧甲行政院协商，并是外界所讲的这个那分物件无政府员工的福利。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来看这条有影是真不幸的消息，在今仔日半暝啊，伫国道1号北上桃园的龟山路段发生一站真严重的车祸。这站车祸佫发生火烧车，还掉伫内面的母仔囝活来烧死。伫个国道烧弄了后，规头骹拢是碎片，2台大车拢做火，后边这台货车车头导火烧起来，驾驶因某甲一岁外查某囝掉伫车内，被护照不幸死亡。后车是那个货柜车因为不明因撞击前面的那个半零的街车，撞到后，那导致那个车头起火，起火至发生那2名乘客就被烧死了。那驾驶敢若是因为无下安全带，飞出车外口受重伤，送去南口登记病院，目前插管治疗。目前已经知影这姓奥驾驶是个体户。他不是员工，他那个是个体户的，他是承包我们的工作在跑的。车子是自己的，所以他自己是老板，他会来看看说这里有没有工作，那里有没有工作。这件车祸发生伫半暝3点半，姓奥驾驶载某囝为台中出发，要送回到南口，经过国道1号北向40公里，弄到头前由姓郭驾驶驶连接车，引发火烧车，造成2个人死亡，1人受伤。事故发生佮造成车胎17公里。中方伫8点12分排除，开放全线通车。向弄到的姓郭驾驶甲姓奥驾驶2个人拢无酒精反应。车祸发生原因，该单警方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县政府虽然有定就好保育土地条例草案，却一直敲未好势，也拢无来通过。在今日下晡是第3摆进入到县议会，总算三读通过了，也正做全国头一个针对单一物种去定土地条例的县市。而且内文上届有争议的条文，就是针对开发工程的开发面积甲道路长度三读通过，拢是用到上届严格版本，也就表示讲未来若是要来施工，就要采用专家学者意见，要用对环境上届友善的方法来施工，才是会使。一只水车石虎秘伫咧农车厝顶甲壁之间的芳，看到人挖过去就拍叫，袂互人挖。研究人员认为这只水车石虎可能是受伤，要是无真久才给伊抓来。详细看无明显的外伤，要过后骹敢若有受伤。它躲在这边，当然是一个我们过去也没有这样的记录的资料，所以我们才会比较怀疑说会不会有受伤，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状况。除了南投县全力伫咧保护石虎。石虎上大车地苗栗县一再传出石虎被落杀的消息，苗栗县议会就定做石虎土地条例，一道总算三读通过，是全台湾第一个针对单一物种创设的土地条例。我们怎么样给他奖励？那不用一定要明定在这个规定里面，他可以自己就是去做，然后去鼓励，去发新闻稿也好。如果范围太大的话，反而会觉得失去那个功效，所以我们就维持这个部分，我们会就是维持当初县府的版本。苗栗县石虎土地条例上有争议的第4条，国民党本来要求县内开发工程开发面积2公顷以上，或者是新开的路长度3000公尺以上才适用，甲民进党版本差真多。要所通过的条文是开发面积1公顷以上，或者是新开加拓宽道路长度1000公尺以上。伫咧规划设计阶段，就要问专家的意见，采取对环境友善的讲法。不过环保团体认为保育机制也是无够。
把本来要鼓励湿地主他们主动进入这个机制的规则删掉了，就是变成湿地主他们主动参与的意愿应该就会被减少了，比较可惜。保育团体认为，这边所通过版本，跟之前管库所提版本差不多，也只是对政府的公共工程有强制力，对私有地并无限制，也阁无够完备。不过换来总比无来较好，希望会让互较好的保育更加进步。记者综合报道。在日前，彰化的中州科技大学发生石柱板的论文乱写以外，即马伫彰化市的建国科技大学也有发生同款的代志。电子工程所加电机工系统所的学术论文也拢写一寡甲系所无关系的物件。教育部表示会向建国科技大学讨一寡学术论文，也会请专家学者来鉴定。目前先甲因109年暂停招生，未来若发现讲真正乱写，未来就会限制因停止招生。建国科大学校内面有一个缩小版的福摩沙公园，有一位今年毕业的硕士生，对内面的小日月潭跟滑道顶头的喷泉真有感受，就用这做实验的环境研究喷泉产生的负离子甲压力缩缓的关联。不过学生读的是电子工程，而且前几冬这个所要过负压文、脊椎枪、气体文加所爱学术论文，利用一些那个电子仪器来量测，把这些资料呢再做分析。用电子技术做基础，应用伫咧生理所啊。系主任讲，地方定了无啥好，因讲内容甲研究方法符合伊所学的，因为刚好的机电跟系统所。98到101学年也出现，像是讲夜市设计的论文，怀疑甲所无符合，亦互人质疑。系主任讲是109学年之前，系所有一个科技管理组。科技管理组，我们希望能够结合生活、科技跟管理，然后能够把学生训练有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常才。两个所的所长出来解释，教育部也是决定109年先暂停招生，那调查确实未来会停止招生。首波短期会针对专案辅导学校跟被检举的学校来进行全面普查，长期的部分会建立教学品质实地查核机制。自中州到建国，全国私校工会讲，这种情形已经真久啊，是真侪私立科大为了要招生，牺牲教育品质的结果。但现在就是少子化影响到我们私立科大的招生嘛，所以就是滥竽充数嘛。现在的现象就是很容易进来，而且很容易毕业嘛。当两无同这个形象主义造成高教的乱象。游盈辉认为，除了教育部已经规划甲论文品质管控机制，来列大增教学品质的查核，指导教授也应该用更加严格标准要求学生的论文。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伫咧106年成立毒品防治基金会，继当年又成立毒品防治所。虽然因拢是国内首创的，不过最近也发生讲基金会需要403万，也已经欠员工薪水3个月啊。基金会表示讲，外界对因两个单位拢定定发问到，也真歹募款。高雄市副市长李树川也讲会召开董事会讨论钱的问题，也检讨讲敢要甲基金会废掉。透过戏剧集体开发毒品防治基金会7大举办亲子共学活动，目的要促进亲子沟通，因为了解囡仔心思是预防囡仔接触毒品的第一步。按过办活动的同时，基金会有一半工作人员已经3个月无领薪水。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大概欠了3个月的这个薪水。当然，基金会现在希望能够借母金，但是这个母金说实在是要经过董事会同意，那依法是不能先行动用，所以我们会召开这一个董事会。基金会是106年高雄市政府甲高雄地检署共同催生，董事长由市长担任，员工11人中有10人薪水由计划经费支付，另外11人靠基金会拨款。按过11人每个月爱支出45万，最近5个月只募到12万，还阁欠403万。基金会承认107年起获成立毒品防治局了后，外界叫是两个功能接近，是基金会派募款的原因之一。基金会的目的是弹性填补公部门不及之处，所以我们不会去做反毒的宣导。我们做的可能包括了社区的倡议，然后让社区的发展这些团体能够聚合在一起，为了这些儿少要就业的时候，那我们就会 pass 到
基金会，他们就会辅导员来协助。毒品防治局表示，目前主要工作是反毒传导甲毒瘾者的个案处理，个案回归社会就业甲生活安顿，交由基金会接手。两个功能虽然无定达，不过李树川会检讨是毋是再回基金会，或者是部分功能，基金会也表示认同。若公部门应接手会搁较好。另外，目前财务的问题，董事会按算月底会开会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伫咧纽西兰碧岛的火山却来熊熊爆发，到今也已经超过30点钟度。根据当地政府的资料，确定有5个人来死亡，不过这失踪的8个人恐惊也是无法度活。另外，当咧急救的31个人当中，有1挂人是烧烫伤真严重，医师也认为可能有生命危险。当地警察也正咧调查，看啥物人爱来负责任。纽西兰北岛外海的北岛，伫事发1天1暝了后的72时，虽然地动甲喷发活动有降温的现象，不过依然继续喷发火山灰，致使规个所在搭伫沿部甲危险的气流当中。所以无论是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搜救行动，目前拢无法度进行。Police and Defence Force personnel have undertaken a number of aerial reconnaissance flights over the island since the eruption. However, no signs of life have been detected. 纽西兰政府将暗暝数字显示，北岛火山喷发的时阵，火山口内甲周围有47名旅客，除了已经确定罹难的5个人，失踪的8人恐惊也无啥物希望。外电引用受伫上患的病院的消息讲，后山甲大病院的31名上患，部分的人有严重受伤，恐惊也是无救啊。北岛是私人财产，虽然为自2011年开始就一直喷发，不过业者根据法规，依然有权看情形安排是毋是出团，和游客为空中、海上，甚至接近火山口欣赏壮观的自然景观。另外，旅行业者也必须先和旅客了解接近活火山的风险，最后由旅客决定是毋是要去。所以警方目前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要调查清楚规个事件，责任归属。It's early days yet, so we'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e evidence, talk to people, and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英国天空新闻的消息指出，火山喷发的1礼拜之前，北岛的火山活动等级是第2级，依然在安全范围之内。记者综合报道。第25届国际气候峰会伫咧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场外所有真侪民众静坐抗议。搁一个8岁查某囡仔爬到电火条顶头，夹着瑞典少女桑伯格所讲过的话，要求各国领袖针对气候暖化问题要有实际行动。爬上电火条，8岁查某囡仔对着厝内人参加气候暖化的示威活动，伊揢着瑞典少女桑伯格的名言：“你安怎敢？”要求各国领袖对气候暖化问题确实采取应对行动。Wir haben keine Zeit mehr. Wir haben noch 8 Jahre Zeit, unter 1,5 Grad zu kommen. Und solange unsere Politiker mit Pillepalle vertrönen, werden mehr Menschen sterben, mehr Menschen seine Heimat verlieren. 各民众做一只黄色的船，要求气候正义。嘛有人揢着布条坐伫马路中，敦促各国领导人保护雨林，避免受到犯罪者的侵害，卖走动伫亚马逊雨林内底。So it's really necessary that we take care of the climate, and especially for the global south, which are feeling the impact right now. So it's for those people in the first line that we are using our privileges and the ability to be arrested to come up for them. 伫巴西亚马逊地区的原住民嘛穿着传统的服装加入示威，抗议巴西总统波索纳罗剥夺原住民部落的权利，佮鼓励对部落的保护地进行商业开发，互因的族人，并对非法彻查佮侵占土地危机出现思想。这个气候峰会5月13号会结束，为10号开始，各国部长会加入会议，讨论巴黎协议的规定。其中上重要是各国安怎计算透过帮助其他国家得到的减碳量。真侪已经开发的国家希望用更加严格的定数进行估算甲报告，说服部分开发中的国家反对。另外，界嘛咧关心峰会了后，是毋是有确实的办法来减慢地球暖化速度？记者连上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洪压出私底下有同罗西亚加乌克兰，要来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摆台。美国司法部伫初九公布对同罗西亚案件的审查总结，认定联邦调查局对川普阵营的调查无受到政治偏见的影响。另外，民主党阵营亦伫初十公布2项大选总统川普的条文，全是为着大选内容表决伫咧做拍算。华盛顿邮报报道，众议院民主党成员会在当地时间7日早起9点开记者会，提出有关川普总统在乌克兰门事件中所牵涉滥权、甲妨害国会调查等2项单核条文草案，相近这礼拜开始进行单核表决。川普涉嫌考虑予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钱，威胁对方启动对民主党政敌拜登背景的调查。最期佫想要阻止美国国会调查伊的行为，是引起这摆单核行动的主要原因。在到众议院举行的单核听证会上，两党针对案件甲定数问题，佫吵甲真厉害。Would you agree that Joe Biden was a leading Democratic contender to face President Trump in 2020? I wouldn't agree with that. You disagree with it. So, sir, it's your testimony that President Trump did not view President Biden to be a legitimate contender. I don't know what President Trump. This is not appropriate to have a witness be a questioner of somebody that was a witness when he was. Gentlemen will suspend. It's just wrong. 另一件被川普讲是老母迫害的案件，是2016年总统大选川普阵营牵涉的通俄门案。美国司法部调查后，初九也公布总结，认定联邦调查局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毋是接触俄罗斯时，虽然犯下真济错误，不过整体来讲无受到政治偏见影响。This report confirms that the predicate for the FBI's investigation was valid and without political bias. In fact, the report quotes the FBI Deputy General Counsel as saying, quote, "The FBI would have been derelict in our responsibility had we not opened the case." 川普总统知影这消息非常生气，批评这是国家的体制，不应该发生在任何总统身上。民主党人士表示，这份报告显示川普真侪年来一直指控联邦调查局是要将伊为总统大位杀落的讲法已经无啥物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咱常常看到有的人用规桶的冰甲冰水对头顶泼落来挑战。本地这个活动是要呼吁世间人爱关心渐冻症，也就是这个渐渐互你身体失去功能、袂顶袂动的疾病。不过，这个挑战的发起人 P. Price 伫初九来往生，虽然伊活到34岁，不过这个挑战也摕到这个病症拨款到67亿的研究经费。冰桶挑战的发起人皮特·佛瑞兹初九伫咧美国波士顿的厝里过身。伊的亲人声明讲，伊是天生的领导者，上好的队友，嘛是少年运动员的模范。伫咧困难当中，用勇气甲坚定无变的正面精神来面对，伊阁启发所有的人，用家己的力量来帮助其他的人。而且强调讲，佛瑞兹毋捌越切过家己的病痛，颠倒认为讲这是互其他的患者还佫家属带来希望的机会。佛瑞兹的丧礼会伫13日举办，伫伊要过身的前几点钟，美国职棒大联盟才开记者会，准备要甲伊伫咧波士顿合伊的棒球的帽仔来拍卖，通做慈善募款。伊伫咧2017年得到美国大学运动联盟 NCAA 鼓励人生奖，迄当阵已经发病。What you've been able to do to inspire so many people to support this cause is it's monumental. I mean, it is in fact inspirational. 佛瑞兹大学时阵是棒球选手，毕业了后捌伫德国担任棒球佣兵，等来美国了后嘛加入去业余的队伍。2011年伫咧一届比赛当中，手骨球球牵着，发现真奥治疗。2012年27岁时阵，确定伊得到 ALS 肌萎缩性脊椎侧索硬化症，也就是人哋讲的渐冻症。患者的肌脉会渐渐无力，全身的功能会退化，目前无啥物药啊通好治疗。为着要提悬大家对渐冻症的关心，佛瑞兹伫咧2014年发起冰桶挑战，伫咧全世界社群媒体引起流行，用点名的方式，用透冰的水拄头呛落，甲影片通去咧网络。若是无要呛冰水，就爱关钱。迄当阵有真侪人毋若有呛冰水，嘛有关钱，募款超过2.2亿美金，差不多是新台币67亿。记者综合报道。讲
到香港反送中运动是小白体，有网友在各地头发起讲含理揽决活动，爱香港政府回应5大诉求。不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讲，已经把冲突的根源，也就是逃犯条例撤回啊。也若其他的诉求，也是有一寡违反法治原则，有人犯法就要严肃来处理。 中昼时阵，香港市民就伫咧中环街路响应网友发起的含理揽决活动，无论是手写文宣，或者是手夹棒仔，就是要香港政府注重5大诉求。过去1个月以来，这款的活动伫咧各地拢来举办，甚至是台北民众发起的大游行，有几10万人站出来，表示讲香港社会毋是哪像香港政府所讲的，大部分的人拢极特点。林郑月娥表示，政府尊重市民游行的权利，香港的人权自由嘛是大家公认的，所以嘛谴责示威者放火甲破坏商场，针对5大诉求也是无让步。 希望能夠做到一個令市民都感受到我哋係有誠意嘅回應。最直接嘅回應就係將引起呢次風暴嘅逃犯條例咧係收返。林鄭月娥嘛批評講有政客去海外對香港政府提出不實的指控，看衰香港。若是去互問到建制派佇咧區議會選舉內底失敗，林鄭月娥承認講甲香港政府有直接嘅關係，敢會提供公職予落選嘅人，伊是無回應。 我對於建制派嘅區議會嘅候選人去表示我嘅歉意，我覺得亦都係理所當然啊。所以即係無論喺公開或者私底下咧，我作為行政長官呢個工作或者呢個立場咧，我亦都唔需要迴避。 香港反送中的抗爭繼續拖到學校去，到今有超6000個人去互抓起來，其中有40%是學生，超過300間中學中學生。林鄭月娥指出，小連鎖的示威衝突已經去影響到學生甲家長的安全，因為講相關部門要對咧改進。若是香港高等法院進前裁定禁止和平法違憲，香港政府上訴要求暫停執行判決，上訴庭查實拒絕律政司的申請，也就是講禁止和平法伫咧香港已經無效，未當用來執法。記者綜合報道。 德國政府甲台灣建交的請願案，伫10月初通過5萬人立案的標準。德國國會伫初9舉行頭一場的公聽會，所有德國外交部的官員強調講，一中政策德國是無想要改變，不過有計劃要擴展甲台灣的關係。有法律學者表示講，德國的請願案毋是公投，無法律強制力，台日建交根本是無可能的。不過，這個請願案的政治意義是互眾人決議，較贏法律的白紙黑字。由德國民眾發動德國加台灣建交請願案。 第10個聯署通過5版的標準了，德國國會伫咧12月初9辦第一場台德建交請願公聽會，要邀請德國外交部官員列席說明，同時也重申德國未改變一個中國政策。維持現狀本來就已經是很難的，台灣在前幾個月已經有感受得到，像斷交幾個國家這件事。我們每次跟中共的交流中，我們都主張維持現狀。公聽會影片是一位伫咧中研院工作的德國人帶大會，到伫咧 FB 也公布口號，現場有調遣政黨的議員甲民眾差不多100人。請願案伫1點鐘了裁定，連江決定是毋是甲請願案送到大會討論。國內法律學者講，德國的請願案無法律的強制力，台德建交無啥可能。 不太可能說，就是透過一個聽證會就達到這個目的。我覺得應該是連一成都沒有。它是在政治意涵當中大於它的法律實質上的效果。德國官員喺公聽會上強調，甲台灣有共同的記憶。德國珍惜也正計劃要擴展甲台灣的關係。咱外交部講，台德合作已經擴大到各方面。那我們現在也跟德國相關的單位、政府機關也好，還有民間企業也好，保持密切的合作。 提出請願案的德國民眾質疑德國的一中政策無下時代，加堅持一中政策的外交部官員辯論，也知影德國無可能因為請願案就是甲台灣建交。伊認為歐盟各國若同時甲台灣建交，德國可能就會第一做，所以說落來是向歐洲議會提請願。記者綜合報道。5G 頭一批頻譜的競標在今日開始，底價是300億，標金是無緊繃，會由5大間的電視業者互相競爭，按算伫咧年底會有結果。其中，互看做是黃金頻段3.5 GHz 競爭上界激烈，而且若是下檔本去搶，敢會互電信費用起價的
NCC 也表示讲，旧卡旧来吧，会尊重业者的策略甲方案。5G 呢，今天的频谱开始，拍卖开始啊。 早起出席5G 应用论坛 ，NCC 代理主委宣布5G 竞标正式开始。6大电信业者、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湾团、亚太台湾之星参加竞标。头一波消费接照 ，NCC 放出1800 MHz、3.5G Hz、28G Hz 三频段。第一阶段划价是并款数量，大家拢有10回合竞标，预计2礼拜会当结束。 向看做黄金频段的3.5G Hz， 伫竞标的头一天，暂时的标金突破260亿，1800 MHz 暂时无人出手。国际经营来看，应该是3.5G 这一块是非常最激烈的一块，当然是价值最高的。5G 的传输速度比4G 近超过10倍，亲像是登录1点钟4K 影片，4G 差不多要用1分半钟，5G 较无10秒钟。 未来会当应用伫超过画质的影像传播、车联绑定智慧服务、5G 建设，跟台湾电信未来真有关系。很多这个未来的想象空间非常大哈，包括自动驾驶、远距医疗，还有8K 的这种影音等等。不过，保健5G 一定要增加真侪基地台，对人体健康有基础。NCC 指出，密度会比即马加3到4倍以上，会甲环保署合作防治风险。 若国家预计，5G 支出，一间电信业者一年差不多爱开100亿，未来资费安怎定，嘛是一大考验。大家都在讲嘛，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好几家这个至少有3家到几家的这个业者，如果未来不要到5G频5G商转的话，它必须面临竞争的问题，所以它的资费的定必须去符合，比如说合理而且具有竞争性的这种情况。 NCC 强调，资费原则上是商业机制，未来还是尊重业者的定价策略甲方案。5G 市场完成了后，预计明年的下半年开始商转。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新增加一个对国外感染着肝热的案件，是南部50多岁查某的生理人，在今年10月捌去非洲的伊索比亚，却伫当地感染着肝热，要伫遐治疗，想袂到回来到台湾2个月了后，搁再夹起来。另外，在中国也在发生禽流感，要去中国的民众就要注意。 南部一名55岁女性，今年8月到10月捌到伊索比亚工作，出发进前无食莫拉利亚预防的药啊。10月中因为发烧诊断好亲像是莫拉利亚，伫当地住院4天，症状改善了后就出院。不过等台湾了后2个月，佫因为发烧上呼吸道感染去住病院。验会确诊为着尖致疟是近3年来第一摆莫拉利亚合法个案。 判断是疟原虫潜伏伫肝脏，目前个案也在住院治疗中。推测说，这个个案可能是在非洲，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根除治疗，以至于就是隐藏在的肝脏的这个疟原虫再跑出来，造成这个症状。 疾管署表示，莫拉利亚是有感染，目前疟蚊传播演分为尖致疟、热带疟、散热疟甲软性疟。早期症状主要是发烧、头痛、关节痛，若无妥善治疗，严重可能会鼻肿大、黄疸、急性脑病变甚至昏迷。尤其是尖致疟甲软性疟，可能潜伏伫肝脏几啊年以后佫复发。另外，最近想要重廉价去中国旅游民众，爱细致新型 A 型流感，因为顶个月中国公布今年第1甲第2例 H9N2 病例，2人拢有家禽，或者是家禽屠宰场暴露数。 H9N2 这一种新型 A 型流感或禽流感呢，已经有30多例的人类病例其中包括1例死亡的病例，以及1例重症肺炎的病例所以民众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疾管署提醒去中国旅游时，鸡鸭鸭肉甲卵爱煮熟，唔通去摸或者是饲大鸟甲鸟啊，爱骨力洗手，确实出现症状，挂喙按赶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 福卫7号在今年6月发射到太空，也经过约半年的调整，在今日开始对外提供试用的大气层观测资料。气象局台湾资料分析中心会利用40多台设备去计算原始数据，只要5分钟，就会当把温度、湿度分散到全世界的气象中心啊。 福卫7号今年6月发射，经过5个月资料比对校正，7开始对外提供大气观测资料。 10月份到11月初8，拢用上网络下载。收集的资料是这个无线电波经过大气层跟电离层的折射角。那透过这些折射角的计算，我们可以导出大气层的温度、湿度、压力，还有电子密度、总电子含量这些参数。实线的部分是温度，那虚线的部分呢是陆点温度。
负责运算福卫7号团回数据的是气象局台湾资料分析中心，机房内底40多台伺服器，平行同时计算，为接收原始数据，到改算出温度、湿度、电子浓度，才5分钟就会使。尽可能让福卫7号的验证资料，伫30到45分钟内分散给全球气象中心运用。像福卫7号在上去之后，它会透过一些数学的方法去反求出在大气之中这种探空的资料。那这种探空的资料其实是就会非常的密，尤其整个海上甚至是全球都可以得到类似的资料。其实，福7提供的天气资料，甲人工的探空气球同款，不过探空气球限制伫陆地顶悬放，福卫7号无受地理限制，用弥补海面上气象观测资料不足。福卫7号的观测数据若是有误差，应甲地面气象站的资料互相比对，未来应强化激烈天气的预报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的北向湖公园是青药的生态地，市政府在明年也编1070万的预算，要甲公园的入口重新设计，希望卖互入口遐尼接发生车祸。不过初步规划是模仿国外的像大道甲喷泉，民间团体也认为讲公园就要有在地特色，安尼开钱照价值。嘉义市北向湖公园占地25公顷，保育团体统计内面有上百只的侏罗树蛤蟆。是市内唯一有侏罗树蛤蟆的所在，市府准备明年要设置入口以上装置，初步规划是喷泉。在头啊，无太热呢，热天做热啦。你看，安尼尔无啥人出来，你看。安尼会感觉较水啊，若热人有喷水嘛，感觉较凉啊。不过民间团体认为喷泉无特色，希望用侏罗树蛤蟆符合生态状况加教育意义。它是因为它是南部的蛙嘛，北部也没有，它就只有分布在云嘉南所以真正能凸显嘉义的特色其实是侏罗树蛙。要在入口的意象装置，主要是公园入口面对4线道直线车道，北区驾驶人因为路无适，搁开伤紧，车煞开入去公园内。市府希望用入口意象装置提醒驾驶人来注意。两边的这个道路非常的宽广，包括野外路以及文化路。我们希望以入口意象的这个造型呢，来增加用户人对于这个周边环境的一个关心，减少车祸的发生。市府明年已经编1070万预算，要建设公园入口，强调对各方的意见拢会做参考，完成设计了，会搁开公听会，请市民最近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花莲这几年因为禁止土葬，不过灵骨塔也是要填啊，吉安乡公所也当咧规划壁葬。也就是把黄金饵放伫咧一边壁，一个一个安尼摆，目的就是希望讲会当较省空间。这是花莲吉安乡主云山花运园区，因为有设火葬场，所以花莲北区5个乡定期拢会甲死者送来遮火化，再搁送去其他的灵骨塔囥。不过即马塔位是愈来愈少，而且辖区内嘛禁止土葬，若是搁找无安置的方式。即寡过身的人的黄金饵唔知要囥倒倒位去。住址2300人是每年哦，所以这2300人，如果我们没有来做一个避葬或者是执葬的一个设置的话，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哦。撇葬的意思就是利用回收的土葬区翻土了，来去一面灵骨墙来囥黄金饵，安尼唔但空间会当减真济，而且佫会当照无共的宗教信仰安排无共的塔区。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水土保持的问题。这块土地已经很老旧了，是不是在水土保持的部分，我们也恳请专家能够替我们先去做这个地质跟这个水土的评估。为着安全，吉安乡公所冒请土木技师来做状况的调查，而且编200万的预算要加强排水系统，未来说撇葬袂当使用到旧的冻土结构。因为它是属于那种一阶一阶的那种梯田式的那种方式的挡土墙，必须要透过一些钻探，也才可以透过那个地质资料以后来判断它的地质的承载力。公所强调讲，撇葬第1期的计划要开8000万，总共要做4590个塔位，若是效果袂歹，未来规划第2期甲第3期的撇葬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的雾台乡公所，因最近也推出顾船仔的泛舟旅游行程，因目标就是要甲花莲的秀姑峦溪来拼一个。若想要过牌啊，唔干那会使去花莲。
即马屏东雾台乡嘛推出个牌仔体验，对北爱寮溪新山大出发，经过下雾台到国川河段，会当选择坐收水库啊，也是徛咧个船欣赏山川的美景。部落的族人看见这样的一个状况，认为这个区块它是可以规划到整个永续利用、合法、安全、专业。乡长杜正杰表示，雾台乡有真侪丰富的自然资源。公所最近和个牌仔的专业团队合作，开始试营运，同时嘛进行在地族人的导览解说，以及和个牌仔相关的专业培训，希望未来会当交予族人家己来经营管理。这一次的泛舟是我们从下神山到出古川这里，那这个地方是目前的水量跟天气比较稳定，所以我们的专业团队才选择这一块。随望体验个牌仔刺激又阁好耍，不过安全也是真重要。体验者爱穿防寒衣、救生衣、爬溪鞋和安全帽。规个活动自环境介绍到结束，差不多是2点钟。过程可能会拄到错漏、弄到石头冰船等等的挑战。欢迎介意水上活动的朋友会使同齐来体验，享受水上活动的趣味。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头一底慰安妇的纪录片《阿嬷的秘密》，记录着13位台湾人去做慰安妇的影像甲口传历史，咱也做伙来关心。大肚阿嬷伫妈妈灵前念香哭出声，伫70岁被骗去做慰安妇，是一生难忘的伤痛。20多年前，妇女救援基金会出钱，导演杨家魂执导拍成纪录片《阿嬷的秘密》，留存13岁代集慰安妇珍贵的影像甲口述历史，得到金马奖。敬佩这些阿嬷在这样子的困境之下，她能够坦然的道出自己这样不堪的过去我觉得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纪录片以10比例加更数翕的，为了让珍贵的影像资料用在恒温形式的完善环境中长久保存，委员会决定选伫12月70国际人权日，将原来3港的影片捐予国家电影中心，佮进行后续数位化工作。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战争的害处，战争所对人造成的伤痛。杨家魂道歉回忆当年所翕的总长度有6万首，不过纪录片长度只有9000首。伊原有3-4位阿嬷的画面无放入纪录片，伊希望这无放入影像，因有机会重新整理，固定现伫大家面头前，也呼吁大家继续向日本政府抗议施压，向阿嬷公开会室内行因公道。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是布袋戏的故乡，伫云林美仑义兴国小，为了要传承布袋戏，也专工成立社团。这件日啊，也摕到小金奖奖，咱也做伙来看。学生囡仔伫台顶搬布袋戏，毋那戏红仔人家真熟手，口碑嘛讲甲真认同。这是宜伦乡义兴国小布袋戏社团，因的表演结合环保理念，甲大家爱安怎正确做资源回收，得到小金奖奖的肯定。我控制机器，然后什么时候要按那个音效。谢谢老师帮我们准备的东西，布袋戏变得比较精彩，不能乱丢垃圾。然后要爱护我们河川。云关是布袋戏的故乡，义兴国小成立布袋戏社团，传承文化，让囡仔更加了解在地。学校毋那训练学生人戏红仔的技术，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更加教囡仔学做人做事的态度。这个内容啊，除了环保这个意识要加强以外，就是要忠孝节义。有时候跟一些同业的去学校包括大学、高中、国中小学都是演绎出那个论孝道、反毒叫小朋友绝对不要去要远离毒品。义兴国小布袋戏社团头尾超过5档，学生拍拼练习人戏红仔搬布袋戏，毋那增加能力甲自信，囡仔更加认捌故乡的景，甲布袋戏的文化甲精神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也详细来看。
北部地区对15度到22度。中部地区对14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5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5度到21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波兰看姜饼城，也感谢恁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家己时间，咱再会。